你有冇試過啱啱識一個男仔或者女仔，覺得同佢好有火花，傾偈又好夾，心入邊即刻認定佢係 the one，但係拍拖短短幾個月之後，你發現大家成日為咗啲小事嘈交，然後開始懷疑到底之前嗰種心跳加速嘅感覺係咪真係愛情？又或者你同伴侶一齊咗好耐，感情慢慢變得好平淡，你甚至會問自己：我哋係咪已經唔再愛大家啦？到底咩先叫做愛？點解我哋成日會將好感、激情、真愛撈亂晒呢？大家好，我係 KK 師傅，我係 IG 經營愛情玄學諮詢服務，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結合我嘅玄學經驗，幫大家喺書中學到嘅實戰技巧應用喺自己嘅感情度。星期一至五朝頭早8點鐘，我都會喺度準時陪伴大家。今日我哋要講嘅第3個法則係喺思考、感受同講出愛之前，先定義愛。作者 Jay Shetty 話：我哋成日將我愛你3個字掛喺口邊，但其實每個人對愛嘅定義都唔一樣。有啲人覺得愛係激情，有啲人覺得愛係陪伴，有啲人覺得愛係安全感。如果兩個人喺呢一個基本嘅定義已經有唔同睇法，就好容易產生誤會同失望。為咗幫我哋真正釐清咩係真愛，作者將愛情分為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係吸引，呢一個階段你哋會感受到強烈嘅火花同化學反應。科學研究指出，特別喺年輕嘅時候，大腦負責理性思考同判斷嘅前額葉皮質仲未完全發育，所以我哋好容易被感覺牽住走。16歲嗰一陣，可能因為一個男仔打波好叻，或者對咗你笑咗一下，你就覺得自己深深愛上佢。當你被一個人外表或者才華吸引，你睇到嘅只係佢嘅個性，即係佢想展現俾你睇你又中意嘅一面。但真正決定一段關係能唔能夠長，佢嘅品格，即係佢面對壓力、疲倦或者心情差嗰一陣嘅情況。第二個階段係夢想同期望。喺呢一個階段，我哋會將自己對愛情嘅幻想全部投射喺對方身上。我哋期望對方係完美嘅，可以滿足我哋所有需求，但呢啲期望往往係不切實際。KK 師傅有一個案例，女仔拍拖初期成日幻想男朋友每日都會 send 信息同佢講早晨，星期6日會安排浪漫嘅約會。結果男朋友咁啱嗰一段時間工作好忙，冇時間陪佢，女仔就覺得你唔夠愛我。其實呢啲都係自己投射落去嘅不切實際期望。作者建議我哋要學識拆解呢一啲虛假期望，建立真正現實嘅期望。第3階段係掙扎同成長。當熱戀期過去，雙方缺點同差異都開始浮現，衝突就自然越嚟越多。好多人會喺呢一個階段選擇放棄，覺得我哋唔夾。但作者講咗一句金句：你哋處理差異嘅方式比揾到共同點更加重要。著名婚姻研究機構 Gottman Institute 發現，維繫一段關係最重要嘅因素唔係你哋有幾多共同興趣，或者去過幾多次浪漫嘅旅行，而係你哋學識如何喺爭吵入邊點樣將破壞性嘅爭吵轉化成建設性嘅討論。第4個階段係信任。當你哋一齊經歷過掙扎，學識點樣處理差異，並且願意為對方改變同成長，你哋之間就會建立起深厚嘅信任。呢一種嘅信任先至係真愛嘅基石。喺呢度，作者又提出一個有趣嘅科學研究：當男女發生親密行為嗰一陣，大腦會分泌大量嘅催產素，男性嘅水平甚至會飆升到500%。催產素令人產生強烈嘅親密感同安全感，但問題係催產素有一種暫時阻斷負面記憶嘅副作用。就算你同呢個人平時成日鬧交，關係差，只要有親密行為，催產素係可以令你哋暫時忘記唔開心嘅事情，令你哋誤以為好恩愛、好安全。呢個解釋咗點解有好多人會沉迷喺和好性行為或者分手性行為，因為嗰一刻化學物質令你覺得你哋好親密，但實際上你哋情感上依然都係疏離嘅。化學上嘅親密絕對唔等於你哋情感嘅親密，你哋嘅存在問題唔代表被解決咗。所以作者建議喺你對一個人講出我愛你之前，要確保已經花咗足夠嘅時間去了解對方。為咗幫大家更好了解對方，作者提出咗3次約會法則。第一次約會，了解對方基本情況、興趣同價值觀。第2次約會，喺唔同環境下觀察對方，例如一齊做運動，見下對方朋友，睇佢喺唔同環境之下嘅真實反應。第3次約會，進行更深入嘅對話，探討人生目標、夢想，對未來有咩期望。喺呢度要加插八字小知識。好多人都以為八字合婚就係要揾一個同自己完全一樣或者完全順從自己嘅人，其實唔係。八字入邊
我哋可以簡單分成兩層。天光上面4粒字就好似我哋表面嘅個性同第一印象。如果天光相合，就代表大家一見面就好有火花，好吸引，好似愛情第一階段嗰一種嘅心跳加速。第二層係地支，即係下邊4粒字，就係我哋內心深層嘅價值觀、生活習慣同脾氣。如果地支相沖，例如水火相沖、金火相沖等，就代表表面大家雖然好夾，但真正相處落去喺性格上會有好大嘅差異，好容易嘈交。但差異唔一定係壞事，五行相生相克，有時相克正正係令雙方成長嘅動力。就好似金克木，木要經過金屬工具嘅雕琢，先可以成為有用嘅家私。一個真正適合你嘅伴侶，未必事事順從你，而係一個可以指出你盲點，同你一齊經歷成長嘅人，最終令你變成一個更好的你。當你真正定義咗愛，明白咗火花唔等於真愛之後，作者話一段浪漫健康嘅關係入邊，兩個人其實應該互相為老師同學生。你哋嘅目標唔係去控制對方，而係一齊成長。心理學上有一個理論叫做自我擴展理論。人類有一種基本動機，就係不斷想擴展自己嘅能力、觀點同埋身份。當我哋同伴侶建立親密關係嗰一陣，我哋其實將對方嘅資源、觀點、特質納入自我。伴侶嘅知識、技能同經驗會慢慢變成你自己嘅一部分，令你嘅生命更加豐盛。研究顯示，我哋往往會被嗰一啲擁有唔同特質、能夠促進我哋自我擴展嘅人所吸引。所以你同伴侶之間嘅差異其實唔係障礙，而係令你擴展自我嘅最佳養分。問題係要同伴侶學習，我哋必須放低一樣嘢，就係自我。好多時我哋鬧交唔係為咗解決問題，而係為咗證明我啱你錯。只有保持謙卑，承認自己嘅不足，先可以真正由伴侶身上學到嘢。作者分享咗自己同太太嘅相處故事。作者話，當佢嘅事業越嚟越成功、名利豐收嗰一陣，佢心入邊其實有一個隱藏期望，希望太太因為佢嘅成就而更加愛佢、更加崇拜佢。但太太嘅反應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太太完全不為所動，對作者嘅方式同以前係一模一樣。作者起初有啲失落，但後來佢明白呢個正正係太太作為佢導師俾佢最大嘅禮物，令佢睇清楚真正嘅愛係愛一個人嘅本質，而唔係愛在成就。太太冇因為佢成功而改變態度，反而幫作者保持清醒，唔好因為成功而迷失自己。所以作者建議我哋喺關係入邊要輪流做老師同學生。當伴侶遇到困難，你要做一個有同理心嘅導師；當伴侶指出你嘅問題，你要做一個謙卑嘅學生。好啦，總結今日2個法則：真愛唔係一剎那嘅激動同火花，而係要經過吸引、期望、掙扎同信任4個階段嘅考驗。同時，一段美好嘅愛情唔係揾一個完美嘅人，而係揾一個願意同你一齊成長嘅人。放低小我、自我，將伴侶視為你嘅導師，由自我擴展嘅心態去擁抱彼此嘅差異。下一集我哋會繼續講第5個法則，點解喺愛情入邊，你嘅人生目標同使命其實比愛情嘅本身更加重要。如果你聽到呢度，發現自己同伴侶喺人生目標上有巨大嘅差異，而引致分手又唔知點算好，歡迎喺 KK 師傅嘅 IG 預約一個奇門遁甲嘅占卜諮詢，睇睇你哋嘅感情點樣走法。我係 KK 師傅，我哋下集見，拜拜。